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係 live 播出咯，嗰首 live 播出就愛來有當到好消息，愛同大家來講哦。過年的時間吼，阿群妹家鄉有嘛該動當年的事情，我唔錯，阿群妹係沒有歷史來嘅，動當年的事情就係沒有你咧蹦龍啊，動當年變靈蹦咯。唔過啊，到日下愛同大家小記，讓我以前咩動當年咩係沒有你咧大事情，韓國嘅今年啊有意味咧，你合眾12大節慶哦。故說係動生態，就愛來來發生，就愛來期盼呢。故說愛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後也合眾12大節慶地度，要當到嘅文化內容，上來也種內容有乜嘅呢？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格格來分享。你今日來賓係你苗栗頭份市嘅市長，歡迎齊市長，歡迎。係啊，阿喬妹，我哋苗栗嘅妹嘅，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頭份市長齊天正。好，大家歡迎市長來到你福喜來嘅節目現場吼，我來同大家分享一下頭份好客五燈獎，要不然兩個當 TP 咯，很有趣。頭份好客。哦，頭份好客。五燈獎對不對？故說啊呀，頭份的新年版啦，阿群妹眼係沒有理你。對，因為有的會談過呀，新年版動鬧年啦，很多盛況，所以阿群妹眼還忙着有機會去參加。故說想要來請這個市長來同大家來講一下，上來個新年版，究竟由來係乜解？好。新年版的由來哈，即係我哋頭份的耆老。講我哋頭份的政治地位記錄係安樣，講民國初年家下，民國初年，我哋上家老下家士紳，其中一張都賴元照誒，也子族誒，豬肉屠宰業的哦，賴元照先生，老下家相承相往的士紳，而家都長一班，哦，元宵節，長一班有必須法的，哦，貼拜必須法的家下。難分軒輊哦，雙方都唔認輸啦。哦，大家都要講，3月23，馬祖上個比較多。哦，比較多也是一勝一負。哦，大家都要到新年版跟你來做總決賽。哦，叫做新年版的由來，所以就是花燈比賽的由來。當然新年版有馬外婆又來講相聲節。佛祖又來，馬祖又來，佛祖又來哈。新年版也係浴佛節，浴佛節是釋迦牟尼佛的誕辰。對，馬外婆做我哋頭份雍正宮，田寮廟雍正宮，第1講過火轉到頭份來，然後繞境，一連3天4天哈，在頭份西太莊繞境，所以就新年版就按樣起來嘅，每到當年的新年版哈，在頭份的神師。家家戶戶盼早唱下流水席，家戶戶盼早哦，甚至連上班的要提早半夜下班，學校要提早半天放學，哇！全頭份都熱鬧起來，真嘅哦。老輩來嘅親朋好友哈，我原是賺來嘅哈，時刻動輒3萬5萬。影響我做生意嚟噶嚇，做生意嚟噶嚇，家家戶戶流水席唱下。哦，因為頭擺啊，咩無像日下動鬧年幾好有按到東西，按到店咩，這麼多攤販按到東西後生，可能就會像這種很難得的節慶，是不是會有很多那種攤販來的感覺？錯，就會因為按到年下來，故說那個攤販哈，就來趕集啦，所謂復甦趕集。就像你下夜市一樣幾條街水泄不通，都是徒步區，車輛亂的，整個市區都封街起來，
这种是盛况那样。这个是整个头份规造头份人全部人的事情，对不对？大家就会来参加。不过啊，以前有一段时间，也就新一辈的发通，他冇人出师，他冇人去参加。差不多係在什麼時候？差不多到民國咁樣嘅80年噶哈吼。因為他家族有錢的嘛，工商業發達，了個人也冇乜不贏搶，變到冇不贏搶，主人就當然準備要派到當中，所以說要搶他的風氣，就慢慢的就比較沒落下來，公所那邊係到2004年就93年，民國93年開始客委會，加客委會要成立嘅。就有所謂的客莊12大節慶，你頭份的新月拜又重新被我們客委會來指定為我們客莊12大節慶之一，就開始有個攀起來。因為要做文化啊，要做節慶，係已經維持暗藏的時間。你看民國初年就有嘅事情，對不對？嗰時候也下後代又留也做頭擺嘅也做發通，再個留佢前轉來。嗰時候民國93年潘都也下有很多不同的主題，對不對？就像今年這次的主題叫做頭份新年拜。獎燈好客節，頭份好客五燈獎，對。本來在期間哈，又有做到拜斗燈。拜斗燈係乜嘅意思啊？就講佢係一個道教的儀式啦。老新年拜感覺上比較連接不起來。慢慢的，我們又把這個主題把它拉回，就是全國畢業元宵節過後，還有花燈比賽，還有花燈後可能欣賞的一個發通。哇，其實這應該是回歸到青年代，要在新年拜發通開始，因為其他的就係啲嘅在元宵節比花燈沒有結果嘛，在4月8再繼續來比賽，所以這是回歸傳統的一個做法。都壓下這個頭份好客五燈獎，嘅頭拜啊，攀嚟按多年有乜嘅冇共同嘅主題冇？主題的名稱。對啊，當然呢主題就冇共樣啦，嗬，像今年係頭份新年拜獎燈好客節，頭份好客五燈獎，五燈獎，講關於講北京話做五燈獎啦，其實每年主題當然的主題冇共樣，但是主軸就是做一隻花燈比賽。一張攀照，一張彩街，這3大主軸是不變的。對。2多年，愛做正裝、做時裝，2多年，這3大主軸是沒有再改變。真嘅。當然其他附屬活動，你像今年特別吼，你有一個徵文比賽，當年又有攝影比賽，你就因為你哋看，以前錄影帶嘅。以前的新年拜的很多畫面，很多珍貴照片、老照片，新年拜的那個，所以我們每年也一樣做記錄，用相機做寫日記，寫歷史做記錄。除了這樣，我們這次還多一個徵文，針對新年拜的你的記憶也好，或者現在你的心情，不管係散文也好，小說也好，甚至詩也可以，新詩也可以，我們也舉辦徵文比賽，好的作品我們就把它保存下去，哇，留給我們的後代子孫。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可能像他還有上一年比較少參加到過去最傳統的樣子頭拜有參加過一年，可能就都在用文字，然後給頭拜參加的故事，頭拜參加的心情，就是可以用文字的方式來還原以前他看到的場面。那本大家看到呀，你看原來這個頭份新年拜還有按的情形這樣子的盛況。那剛剛有講到，除了文字以外，還有就是攝影比賽。對，攝影比賽大家就都在參加，不用限定說聽說愛講乜個器材呀。今年喊他特別，往年看當年的攝影比賽他都做那條專業的那條攝影師得獎，因為那條有加配備設備還好啊，對，高端相機啊，不管那個景深也好，光線也好，那些專業要加的張
他厉害啊，他不然叫出去了拿压到。啊，今年我们改变一个啊，那例如讲，你用手机啊做的，啊，只要这个构图哈，哎，很合理，很完整，对，好这些故事，哎，对，强调故事性啊，有那个让人比较感动的镜头的故事的，有故事性的啊这个镜头，我们都一样把它作为评比的条件之一。古早就会鼓励大家去参加也台风新年版，要参加的日期哈，这个摄影比赛的日期是4月21号，新年21号到6月30咯，有这么长的时间，希望大家参加睇下新年版以后就来留人嘅相片，让相片底度嘅故事来同大家分享哦。好，先来休息一下，等下再要同大家分享你美丽台风的新年版法通。好。该你头白，该着一旁行，一串串风风该现在，大半走一锣鼓麒麟强浪，心跳张春帆，声音大年起落，转从一缕发。回忆留下做伴两生，转到头白一旁行，爱你爱笑你来，那也该心也烦，一条狗冲之日不发，发难人们人梦把风来看，看破该故事，慢慢才心添烦恼。该你头白，该张一旁行，做头途重重该吟唱，上坡下坡，伴奏澎澎湃湃，唱你来欣然，点点阴晴回头，年年怀脸上。想你来，那也该心也烦，一条狗冲之日不发，发难人来人梦把风来喊，看破该故事，慢慢才心添烦恼。回忆留下做伴两生，转到头白一旁下，爱你爱笑你来。才心添烦恼，头风该长长该裂下，唱一来奏音你下讲一那，看破该故事，慢慢该才心添烦恼。好，非常
大家又真到福喜来嘅节目，今日福喜来嘅来福，同大家来分享你美丽头婚的新年版的发通哦。家下这条歌曲就系唱万人下嘅 TPV 啊，五等奖吼，你头婚的新年版来 TP 量身打造嘅歌曲，呀歌数系嘛啥？暗腔。张丑芳、郑丑芳，我们的文艺青年，又会唱又会写，错冇？下一条暗后堂的歌曲，底部全部就写在你台风新年版，有乜嘅事情，有乜嘅动荡嘢来啊，有动到人啊，韩国有动到，比如讲刚刚我有看到吼，搭配那个画面，还有戏棚，还有做台戏的人哦，头摆就样呢，头摆喊那味道更浓。古说哇，原來一條歡新一版喊盛大道，我來做台戲，有乜嘅有演那個擺竹尾啊，吃竹用，吃竹用也得啊，韓國啊，影片我看到剛剛嘅樣片有一條係資料畫面，還有一些嘅相片，頭擺一新一版係點意思頭來期盼的哦？係，意思就是開始，因為佢係馬來坡繞境。當係嘅做生意嚟家，啊你唔係講乜嘅法人比賽，做喺新一版嘅馬來坡繞境。馬來坡繞境，按你就懂鬧嘢。但全部用行嘅，冇看唔到查。哇！全部用行嘅，全部用行嘅。哇，鼓手啊，也鬧嘢嘅新一版就愛來期盼了，愛同大家來分享。鼓手吼，細細格格這個來同大家講一下。剛剛 Annie 有看到有很多那個伴奏，有啲貨風伴奏唱一下，沒有那種很多席開不知道多少桌的那種伴奏。Annie 今年沒有來伴哦，錯冇？剛剛看到樣片嘅吼，也有開翻咧。以前我家講全部冇查，全部用行嘅。我說一張新一版吼，新一版開始，新一初七就開始，新一七、新一八、新一九、新一初十、新年，四太狀新年來鬧。啊，一度用行嘅工作人員也好，一度鄉客也好，有什麼嘅？就當到他好客，啊你他講嘢好客的精神，當到嘅他偏僻嘅嗰度狀況，當到然就會開翻啦，開了本一度鄉客一度工作人員用餐，哦就是免費讓他們吃飯這樣子，啊慢慢呢，哦就變到家夫婦來拍照，佢家來煮，佢家西文西炒，佢家煮來唱一度，按到工作人員也好，一度鄉客也好。古說亞擺咩強用這個頭婚好下五等獎，咩強用有入伴奏嘅，也就發同伴奏同開幕晚會強下來進行，係時間係點樣嘅時間？因為兩下也冇馬人來表演唱，哦，古說也冇馬人冇馬表演唱，一邊都唱人的主人就很難來看到唱到動作，古說就慢慢嚟沒落，我講說就講冇咗講說來伴奏。啊！你來唱，你頭分一度傳統一度伴奏嘅一扎，大家來咁樣啊，來研究，讓啲嘢客家嘅美食西味西炒，個家鄉啲嘢炒米粉，太白鹽啲客家嘅美食，還有走馬肉，還有咁樣嘅雞肉排，哎呀，12道菜，是要留下來耶！12道菜，西文西炒八樣菜，剛才講嘅4道，12道菜。哇，很澎湃。來老公說聽着，你唱下來老公說聽着，我們就而且我們也當然希望要求那個聽着人給他自備餐具。哦，環保。對，然後我哋就有晚會，開幕晚會。因欣賞晚會的節目，邊用餐那樣，邊聯絡。感情，古時候就係啲4月29號嘅拜六，我們的晚上按部頭6點到8點，單槍有伴奏好聲，然後韓州的有表演好看，係有唱乜啥嘅表演？伴奏嘅表演主要係你啲沙琪去搞嚟表演，
你的重头戏摆在新一拜当日，因为29迄拜6礼拜，吼，其迄新一忙到新一拜，可能新一除夕初5左右诶。你先去联络感情，看看那你头份的菜天的团队来表演，好冇？要拜新一拜5月初3要拜3，古说你来提早到。29拜6，然后30，办这个开幕，对不对？开幕跟彩接，伴奏跟彩接发动。开幕跟拍照，然后彩接，对。那像4月30号，紧接着就会你睇下，亲上会看到这个彩接也发通了。彩接也发通，有按到嘛，该团队来报名来参加。主要含咧3期去加来。刚刚讲新一拜迄个你头份当年的一大盛事。古说规只头份的3期也好，你相信大家都很兴奋，所以全部都动起来。你还记得3期当都已经开始在做，已经都可能做好诶。他们用有些资源回收一些简单的道具，他们来制作花灯。去家做花灯。去家做花灯，然后。结合他们也在快速的训练不一样的表演的方式，跳舞，所以5等奖专有，一位跳舞一位做花灯舞蹈结合花灯所以彩接的活动应该非常精彩可期啦大家欢迎大家来欣赏。师总刚刚讲要迄几只头份的盛事，那几只头份来参加的地方的3期，差不多有几多吹啊？现时你32只3期，主要32吹，基本主要32吹，加上了就福教。福教，个沙团，个会专业呗，还有专业呗，你又有唱8吹专业呗团吹了。应该有40几队吧，40几队。哇，是按斗吹爱来表演，韩国爱来比赛。那这个比赛方式，阿 Q 莫就董秀爱迪啊，那个就都走在街上踩街的那个范围，动态运用的来评比呀。踩街了拜踩街都双公演，我们会在几个点评审老师来评比也有踩街的这个路线集合黑洞的头份国小前面的总正路，头份国小的总正路，总正路行到双公园右转，下总法路，总法路到民族路又转来，民族路，转到总正路上，转到公所那边。整个路线是这样的，而且路线其实附近是有那个交通管制的。鼓手泰克做的风声也都底背行，对不对？就像你刚刚一开始那个 MV 底度没有看到，动脑耶，给路后全部就会踩街团队，然后主委全部包围的那个参加的民众，鼓手会懂精彩，连路桥都挤满了人。哇，鼓手呀，花灯比赛、花灯彩街比赛，迄种精彩耶！韩国，假使迄吃到枪坤法灯、枪坤彩街很不过瘾，其实也有 DIY 可以自己做，对不对？你29到32日早晨到10点，到你的中正馆你有亲子 DIY 来。客家花布纸灯笼的制作，你要请欣赏来搞，提供材料。29号到30号，礼拜6、礼拜日2日咧早晨10点到12点，就得来参加呀。花灯的 DIY 体验嘛，你就引起就好对不对？不是带材料，然后按不石头就都得来参加。花灯就得带出来。哇，去甲看灯，去甲的花灯，韩国看灯太甲。比赛法的那种整个融入的感觉，对不对？想到阿 Q 猫就吃到热血沸腾。虽然你台湾新一版还有按到嘛，该精彩嘅发通，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过来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
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圖愛同大家來分享啲苗栗頭份4年8嘅發通愛邀請大家去到苗栗頭份來了來搞哦，看看呀花燈樓彩街上了愛用嘅五燈獎有冇？跳舞愛獎，花燈又愛獎，錯冇？你頭前講嘅已經非常多精彩嘅發通了，包含這個彩街的路線，未少基本大家嘅。稍下來就會來同大家講這個重頭戲，係5月3號的6點半，安埔頭6點半開始誒，這個藝文晚會，為什麼它是重頭戲呢？因為呀有搶到我哋名主持人，也係小英總統就職典禮嘅，我哋苗栗也係苗栗的妹嘅，我哋陳明珠小姐，我們名主持人來主持這個晚會，歌手更是我們客家的大牌的歌手。包含我哋阿濤哥，哇塞，還有我哋總共還米莎，米莎，黃連玉，新寶老康樂隊黃連玉，黃連玉做我哋頭份的子弟，好大咖都是很優秀的子弟。而且這就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藝會，做乜嘅演藝呀？3年，沒錯，就是這3位表演者，佢哋會從6點衝到呀9點，6點半衝到9點，對不對？係，衝動9嘅時間，我看到係9點啦，6點半開始就會開始來衝各位，市長要不要上去高歌一曲？我不能行演藝圈的呀。所以今天有沒有？今天市長來宣傳這個頭份4年8，除了你知道當市長以外，那外面會來當就是電視機前面來做宣傳，對不對？鼓手就會來邀請大家這個4年8的藝文晚會，輕景產業發通用按到這麼大這麼棒的卡司，按腔又按獎的主持人，我們的明珠後，大家去到現場就坐在同明珠，還有這麼多大咖的歌手面對面哦，享受其他的位音樂，享受其他的位歌聲，除了耳朵可以聽得很滿足之外，其實嘴巴也可以吃得很滿足。係唔係富圈呢？有懂我們一樣有一些美食的攤位，還有一些我們的友善農家也好，我們的工藝品的攤位。哇，鼓手係希望大家做得去到現場，聽出愛去到現場。韓國一頭份，大家人講離開台北，可能啲台北就會搭很多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啊。那有時候講到說，愛去其他所在就唔啲愛用去。鼓手唔是說，基本嘅市長講本唔通，假使講愛去到苗栗頭份參加4年8嘅發通愛用嘅去。係，我哋頭份台一線就到我哋頭份。我們中山高、國道1也都頭份。復查也有經過頭份中南，用隔壁啊，天天。坐到中南對不對？坐復查，坐到中南下查，嘅愛用嘅都頭份。從苗栗校園都頭份。再個在苗栗校園10分鐘都頭份啦。10分鐘就到，因為就兩隔壁天天。好，鼓手台一線，韓國復查，韓國。國道1，坐那個客運沒走得到。國關號，車架都司機。車架都司機，按到方式就做得來參加呀。你苗栗頭份的。當然，我哋希望盡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啦，還有復查，然後國關號，盡量冇時差。司機一定是交通管制。對。所以一定要查點20多下郊區。20多下遠的時候才可能會行一段路，不過還係鼓勵大家多坐大眾運輸工具，對不對？就做得到現場來了來搞。假使講各位觀眾朋友係唔係苗栗人，而家就可能係其他所在嘅啲觀眾朋友、鄉親朋友啊，想要安排就是一個完整的行程，規日的行程。市長再同大家講一下，頭份啊有乜嘅好搞，又係富圈呢苗栗有乜嘅按到好搞好食咧。其實我頭份做一道景點咧。比講講。4年8有5月初3，5月份5月開始，可能桐花也盛開了。桐花季的很多活動也會陸續在舉辦。不錯，可以4年8看到你，生下啲客家美食，順勢來賞桐花。你有頭份後花園的步道，頭份後花園步道，用火山水庫，鳥仔也好，牛欄帽也好，那個步道都是很美。甚至啲南邊呢，相思林步道也是桐花步道也好，廣西的油桐花步道，很多可以玩的。
唔你讲做得还演的喂，做得让南庄3番。好，南庄老街很棒。老街甚至向天湖什么的一斗后寮。甚至你像顺河出口它也有什么一些牧场啦，也有一些老步道，都是非常美，风景非常美，而且摩安头也不会那么挤。所以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秘境了啦，对不对？秘境旅游，太搞做的去头份行聊聊哎。各位差不多时间呢，你转来看下你的晚会，欣赏生下你的客家美食。你像你头份生活技能很好啊，华纳威秀也有位啊。上顺广场。系啊，上顺广场，星巴克也有位啊。全部都有。所以生活技能都很好。不错啊，按头份按闹呢，又要按开新一百的发通，可能喺头拜年、当到年的记忆，也还没上爱本后上年没底。故说想要来问一下施总，就你做施总，按你看过来啊，你有吃到参加一张发通的人，有渐渐的年轻化吗？其中有一个礼拜也让我哋协办协办的我哋复耕协会产业复耕协会的这群年轻人，也青年返乡的一群。哇！他们也是老公说了，皮下香港5月初3的艺文晚会，也是他们在负责。另外一家的有很福建，蔬菜交换。蔬菜交换。蔬跟在地的我们的抢菜老叔，不是那个蔬菜，是书本跟蔬来换菜蔬换蔬也可以，蔬换菜也可以，菜换蔬也可以，菜换菜都可以，而且吃油就是我们有这个活动。这也是新业版的发通职业鼓手有按到会发通新业版真的很精彩，没有你头份真劲动精彩。唔但唱下新业版真的唱施总今年就来耶，再个顺便同大家来分享。今年头份还会期盼嘛嘅发通，做在分享大家去参加。鼓手当年既定的活动除了新业版还请他发通以外，你下半年周讲你还有中秋晚会啦、跨年啦、岁末联欢啦。去年冇攀停攀，今年预算蛮高，唔同他们。聽錯會攀呢？係啊，可唔可以解凍嘛？另外就你當年秋季有健行的活動。當年都會攀。當年都會攀。秋季健行哦。主任剛才講永和山步道或者後花園步道的健行活動。另外就土窯琴的活動，土窯琴南片呢也是非常盛大，土窯琴大野尾控油啦，大野尾啦。一天度。每年都吸引1-2千人跑不掉，哇！大家他搞亲子活动，6个人一组，6个人一组，大野尾。cái大野尾要在發通差唔多係點乜嘅時間會同大家？差唔多11年，你新啦11年咧左右。新啦。11月半高啦，你秋啦11月半高啦。秋收之後啦，秋收之後，因為那個稻子收成了，咱們有蔬菜都得來控窯啊，對不對？好，鼓手，大家深夜班過後就會來注意一下，如果想要參加這個控窯發通嘅話，就會來注意啊，頭份施鼓手嘅訊息。韓國簽名一啲啲嘅時間，施總經營頭份按叫嘅時間，你想做下新夜班，韓國。經營頭份，本大家知道頭份係用嘅一隻城市，用嘅一隻地區。大家講頭份2多年進步當多，人口也突破10萬，也由鎮改制為市，那還算是苗栗縣最年輕的一個城市了生活機能也非常好。當然啦，我喺工作主講，既然民間也是投資也是很踴躍，你公共設施我們就後續趕快加強，當然就希望頭份可以適合人居、宜居，可以在這裡戀愛、結婚、生小孩、就業，因為離園區也近嘛，我們希望有提供這個很好的環境給我們的鄉親，總是中歸一句話。希望頭份亮起來，人情味暖起來，希望大家講起來，講起來，新夜版新夜版聽說愛去頭份了鼓手今日神夢施總來到你節目現場，好，咩神夢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一下，聽地運通現場做運通。